喜欢吗？喜欢，是我说过最好的一家。我是说我。你喜欢我吗，罗大淼？你是认真的吗？看把你给吓的，当然不是认真的啦。过年了嘛，开个玩笑而已。反正春晚也那么无聊，对吧？那什么，你还值班吧？那我先撤了。我今天不值班。啊，我的胸口好像在烧开水啊。走。哦，不好意思啊。因为你要自杀，我来救你啊！哇哦，亏你想得出来。你好，我是早晨你救的那个罗大淼。我们的手机好像拿错了。那我下班过去找你吧。什么？你这关还真的很有用。居东广场免费发放粟米油盐，赶紧吃啊！哎，我是罗大淼。哦，就是你呀！你告诉我姓名。如果那个临终关怀病房能够顺利开放的话，你请我吃饭。好啊，我还不知道你在哪工作，是干什么的？服务业。但我在殡仪馆为往生者服务，就是遗体化妆师。你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，我是生的守门员，你是死的摆渡人。这么算起来，咱们还算半个同行。有点出息。林默，我的胸口好像在烧开水啊。恋爱频率开启。不好意思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发音很棒。你下来干什么？我以为你要自杀，我来救你啊。这么浅，怎么自杀？那你下来干嘛？哇哦，哇哦，哇哦，你觉得你很幽默吗？这个季节挖什么藕？哪来的藕？年轻人想一出是一出。哇哦，亏你想得出来。3月，能给我一点时间想清楚吗？能，你想吧。能不能先把我从黑名单里放出来？不能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我这儿，爱情就是全有或全无的事儿。我不习惯跟我喜欢的男生做朋友。
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，祝你生日快乐。以后礼物要是也有这么一天，你一个人承受不了的话，我陪你一起。谁让你陪啊？赵三月，干嘛？我们在一起吧。虽然生活有时候很重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投10块。虽然我的力气也不算太大，但是为了你，我也愿意拼尽全力。我们在一起吧。虽然有时候生活很重，但我们可以一起投10块。虽然我力气不算太大，但是我愿意为你。一点就行。赵三月所有丢脸。挺好听，好不好听啊？好听，这个我也合唱的。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祝福大家。新年好，我们唱歌，我们跳舞，你稳住，祝福大家。新年好，新年好呀，祝福大家新年好。这是那枚戒指后来找到了吗？戒指。哦，没有。